聖經撒母耳記上4章第3節，百姓回到營裏，以色列長老說：耶和華今日為何使我們敗在非利士人面前呢？我們不如將耶和華的約櫃從示羅抬到我們這裏來，好在我們中間救我們脫離敵人的手。當日以色列人敗在非利士人面前，以色列長老就自以為是，覺得只要將約櫃抬到戰場上，神就要幫助佢哋打勝呢啲非利士人，結果佢哋大敗。呢度俾我哋一個好重要嘅功課同埋教訓。今日我哋冇呢個約櫃，係咪？但係我哋嘅原則係，我哋唔可以要求神照我嘅方法嚟到做事，唔可以用我哋自己嘅方法嚟到去求神嚟到咁去拯救，唔係，我哋要倚靠神，謙卑喺神嘅面前嚟到倚靠仰望佢，求主幫助我哋真正嘅倚靠我哋嘅主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